接应选来看中立的消息，中立的警分局执法又搁出问题。桃园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透过交友的软体，引诱一个13岁小女性交易，先骗伊讲爱这个翕一挂无穿衫的相片，这个小女无愿意付用尔，就恐吓讲要公布这个相片，伊惊一个赶紧报警。只是要想要到讲，这个警方要求这个13岁被害人配合警方钓鱼的执法，迄日讲伫警方的监控之下，这个小女游玩或者查甫人再走，被人性侵。事后，这个嫌犯被判决8年有期徒刑，警方这个代志才被公开。桃园一个查甫人去闹超商，警察无合法执法，提棍仔甲喊12个，落尾互法办，即马中立分局搁出代志啊！警察办案要打击犯罪，用着方法，竟然害一个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去侮辱。109年11月，桃园一个13岁查某囡仔，伫咧交朋友的软体，含一个张先生烧招要性交易。张先生要求查某囡仔先传烫光光的相片予伊，落尾摕相片威胁查某囡仔，讲要公布。查某囡仔向中立分局报案，警察煞叫查某囡仔先甲对方约出来，讲家己会伫咧边仔等等，想要到查某囡仔去张先生再走。搁互侮辱，落尾警察才抓到人，张先生被判8年徒刑，有这站警察执法的证据互公开。违反了《警察职权行使法》第3条第3项的规定，钓鱼侦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在意的是他们的违法侦查行为对被告的影响。本案侦办过程从受理、笔录制作及行动当时，均有监护人同意及全程在场陪同。本分局将深自检讨改进，并配合桃园地检署调查厘清。即摆经依法分脱立案侦办来厘清警察敢有无合法执法，不过这嘛已经互民众听个真倒弹。中立分局又是你，干脆解散掉算了。你们这样子有任何法治观念吗？你是帮派还是警察？中立分局警察老早办案，拢叫外界这期执法受问题。虽然辖区复杂度真悬，这警察压力嘛真大。不过小连说安尼出包，冒中立分局面子是下了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